首先啊，恭喜啊姚本輝，上次佢頭嗰3場咧就最有睇頭嘅。咁我哋有 keep 到啊，佢兩師徒袁幸堯騎咗師傅嗰隻包裝名將，哇！嗰場咧就非常之贏得非常精彩。初時我都以為潘頓嗰隻新馬可以帶到帶甩㗎啦，已經卒之咧就馬房騎師嘅努力之下咧，就隻馬越騎越有啊，終於都贏咗第3場嘅賽事。不過可惜潘頓咧就嗰隻咧就其實嗰隻東方寶寶，如果嗰場冇順線寶喺度咧，或者順線寶係第二個騎師騎，唔係阿雷神騎咧，就嗰場潘頓就應該贏㗎啦。東方寶寶不過佢又排10檔，比較難騎啲。咁啊，如果嗰日有買到騎師王咧，就都應該執到嘅。隔夜飛都起碼都有6倍。如果即係星期日買，我嗰日買都有。如果星期日再買都有50幾蚊嘅都有。不過咧，如果你等佢贏咗第一場之後咧，就即刻跌飛啦。我正個平衡搖下擠離咗後邊嘅對手，最少有2個馬位啊！包裝名將就第2位啊，後邊嘅馬最出咧有博愛先鋒追緊上嚟埋邊，仲有呢隻就係元好運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長勝英區仲係佔先喎，但係包裝名將撻着咗，接近咗啲包裝名將，終點前將長勝英區趕過。今次田雞嗰啲馬都幾惡嘅，田泰安啊，頭場就騎姚本輝啊，馬房姚本輝啊，一浪接一浪啊，又有隻捷足奔馳啊，馬房好緊張呢隻馬，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呢？就睇下田泰安嘅發揮啦，同埋臨場表現同埋際遇啊。今次嘅賽事咧就 A 跑道啊，就有得追嘅。今次我就睇好啊，騎練呢就係羅富全田雞。先講第7場就係3班1000米，咁呢場呢就係短途快道快。第7場呢，冇錯，呢個路程根據上名呢紅日社啊，但係呢隻呢就排衰咩就排12檔。佢嘅雖然呢就賽績就好硬淨，4 win 1 Q 就，不過呢就今次排12檔，咁同埋近績呢就相當之麻麻地啊！呢隻馬就2次都係排最叻，都係最近都係跑第7，即係呢個路程啊，1000米啊。咁啊啱啱跑1200咧，就布浩榮都係跑第8，即係7788。今次咧去排12檔啦，田雞騎相信都唔會好得幾多嘅啫，都係7788，可能應該係雙位數名次都唔出奇。咁呢隻馬我就唔推介㗎啦。咁另外有隻品德寶寶呢隻咧，品德寶寶今季咧即係表現啊相當之突出嘅，埋杯啦，呢隻品德寶寶。咁啊，品德寶寶啊，隻馬算係實而不華嘅，呢隻馬就馬有實力。不過今季啊已經大話都贏咗3場啦，但係今次啊比較古怪啲，嗰個配搭咧配何澤堯。咁啊之前野馬功臣就係巴道同埋周俊樂嘅。呢隻品德寶寶咧喺4班啊，未升上3班嗰陣時咧就氣勢而雄啊，就連續5場都入位嘅。咁佢嗰4班咧2 win 1 Q 2 P， 即係未升3班嗰時係連續5場都可以入到位嘅。咁啊嗰5場之中都有贏2場，咁啊2 win 1 Q 添，2 win 1 Q 1 P， 啱啱升上3班仲有一贏喎，咁啊就執到劑。咁啊反而咧就啱啱嗰場咧就喺4搭望空，咁就完全3甲不入。咁呢隻馬相信如果同馬力同場啊，依然都有入位嘅機會，一啲都唔輸。馬力輸外檔位差，咁同埋去跑3班就尾成135磅，就可能會係蝕底少少。品德寶寶啱啱調翻轉6檔，咁啊形勢就大好啦。咁啊如果有磅減啦，就爭勝機會就更加大。咁啊而家就今次係孭125磅排6檔，咁啊入位依然有入位嘅機會。1號馬力咧就相當之縮運啊，連續3場都係入 Q 啊，都係潘頓包辦。但係今次咧就換咗人啦，今次就霍雲星騎，但係潘頓咧就因為騎葉楚航馬房嗰隻價值傳承啦。咁啊葉楚航嗰隻價值傳承咧就馬房殺星陣天，呢隻馬咧就似乎都係想交代嘅，贏唔贏到啊？咁暫時未知。咁4號價值傳承咧就有咩睇頭咧？就係因為佢之前跑沙田喺3班跑沙田，咁沙田同好評如潮村 Q， 佢又跑第2，跟住跑第3嘅就潮眼江，咁賽績就相當之硬淨。唯一咧就轉去快活谷咧就冇乜料到。咁完全唔夠馬力同品德寶寶跑嘅。當其時進度就未夠。
隻馬就 fit 嘅，即係啱啱嗰幾場。咁啊之前跑得最好啊，入 Q 嗰場就潘頓騎嘅，但係最近嗰3場布文騎咧就頭一次騎就衰檔位咧，排12檔，咁試唔起啊。咁啊同埋初次跑花湖曲咧就即係要跑轉彎咧就仲要大我檔，咁你你大12檔嘅話，你轉彎就大幫勾㗎啦，好容易就。咁今次咧就回配翻最合拍嘅騎師啊，潘頓，因為入 Q 啊，沙田都可以入到 Q， 同好平唔潮都係潘頓經手嘅。咁呢次馬房殺星陣天，應該就頭馬就手到拿來㗎啦，價值全勝。咁因為呢隻馬仲有水位，咁馬房操到 fit 晒，狀態一流㗎啦。咁檔位係理想，排7檔，即係唔係太差啦，即係7檔即係唔係太入又唔係太出。咁如果品德寶寶同馬力兩隻揀咧，就品德寶寶就嗰個準程度就好過馬力啊。咁呢場馬嗰個有同情上嘅，根據最高就係馬力，第二高就係品德寶寶。咁馬力嘅同情上咩咧就71.4%， 71.4%。咁至於品德寶寶咧就係62.5%啊。咁原本馬力咧就應該就好過品德寶寶嘅。咁咧因為話晒佢3班嘅準程就應該就係點都好過你品德寶寶啊。但係咧就係因為今次咧就即係檔位啊，咁發覺檔位都好緊要啊，檔位同埋磅位啊，同埋嗰個騎師啊，即係騎師就唔係霍雲星騎開嘅。咁有啲係似林士拉夫嘅感覺。咁佢都騎過一次咧就係跑第4，霍雲星啊。咁呢場咧就其他馬就唔算話好突出㗎啦。咁有隻馬就轉咗倉，官金旗啊，就文家良就轉咗係廖康明。咁呢隻馬上次輸俾小霸王，咁臨尾衝刺就突然間就臨尾就騎落唔多啦，末段冇力啊，隻馬官金旗，咁只能夠跑翻第4。咁今次係轉倉轉咗去廖康明啦，呢隻馬官金旗。咁呢場轉倉咧就睇長先啦，即係呢隻馬官金旗咧14班就跑得幾好嘅，咁3班都有得跑，但係咧就最近都未入到位啊。相信咧就轉咗馬房咧就應該會有脫胎換骨嘅表現嘅，但係就係咪呢場就暫時就都係要跑下先知。呢個練馬師好緊張，就10有官金旗啊，但係即係如果搏佢入位咧，就不排除佢有入位機會嘅，都係個不錯嘅選擇。上次一檔都全程好位都入唔到位，就呢一次咧，但係其實如果入位都係問水嘅。咁檔位就唔算話好理想㗎啦，排10檔，但係今次咧就揾下鍾力禮騎就尾一粒磅都有啲優勢嘅。不過呢隻我就唔考喎。咁周俊樂騎嗰隻飛馬座咧就原本跑沙田嘅，咁轉嚟花湖曲就應該就幾惡，但係之前由沙田跑花湖曲咧跑過2次嘅，咁都係不外如是。但係咧佢今次跑1000，之前因為跑花湖曲1200啊，咁係臨尾先斷嘅啫，即係一路放到臨尾先斷。咁呢隻馬就今次就唯一就係排一檔，同埋換下周俊樂騎。咁呢隻馬都係有啲冷門機會嘅，飛馬座。即係如果係睺爆冷入位咧，飛馬座咧就係可以揀嘅，即係唔排除呢隻馬係夜買都唔出奇嘅飛馬座。但係咧今次我介紹咧就係Q 同 QP 連贏位置 Q 咧就我隻8號2O 前莊就金城江，其實尤達榮嗰啲馬好多都唔起眼嘅，但係咧就好多馬咧就係越嚟越進步，即係開始有進步啲馬咧就隨時由重變龍嘅好多都。咁呢隻馬咧就最近試咗集咧就喺留後追，即係喺後邊即係留後跑，咁追翻嚟追過第3。咁嗰場試集咧就智力之城跑第1，即係證明隻馬嘅狀態，即係喺馬房嘅悉心照料之下咧，隻馬就已經起到788。咁加埋上次周俊樂騎呢隻馬跑過第5啊，即係佢原本咧就係雙位數名次嘅，初出過2次，但係呢隻馬就已經大幅進步啦，已經跑第5。咁咧逢係尤達榮嗰啲大幅進度有表現嘅馬咧，就千祈唔好睇少。
咁咧呢次咧我就比較睇好啊，尤達榮嗰隻2澳錢莊，咁啊連贏位置 Q 同 QP， 就我隻8號金城江其實隻2澳錢莊。咁啊你哋都可以有各自取捨嘅，可以揀隻飛馬座都得嘅，就因為佢嗰個排一檔啊，都依然有冷門機會。第5場咧就係4班1200米，咁呢一場咧就係今次化學谷賽事嘅焦點。呢場係杯賽嚟嘅，賽馬天下50週年杯。呢場對台等咧就喵喵怪霍雲星騎，我呢件馬房呢隻咧大熱門合理嘅路程專家喵喵怪，咁啊贏唔贏到咧就暫時言之過早。咁啊喵喵怪實力分子嚟嘅，路程專家，咁啊三甲就會好大機會入位就高唱入雲嘅。但係咧我推介阿羅富全嗰隻勝在當下，就俾阿田雞騎田泰安呢一場啊。其實都好多對手嘅，即係喵喵怪要贏呢場賽事都唔容易嘅，因為短途嚟講咧就快到快，邊隻馬出閘最快，轉彎入直路啊，攞多條馬欄更加着數。就天期就如果喺外檔蝕位追咧就比較撈搞啦，如果喺內欄中檔或者內欄就比較好跑啲。咁啊點解推介田雞啊田泰安騎嗰隻勝在當下咧？因為呢隻馬喺曾經今年4月尾648場次，同嗰隻比較高分嘅馬59分紅外射串 Q 嗰場勝在當下幾乎勝出嗰場賽事，可惜就終點前就俾紅外射趕過咗，屈居第2 Q 全 Q， 兩隻馬相差就18分。勝在當下咧就41分，同嗰隻紅外射相差11分，咁啊評分啊有利減分減過龍嘅咧。勝在當下咧評分比較偏低啊，反映唔到佢嘅真正嘅實力啊，就唔反映佢個真正嘅實力嘅。加上勝在當下跑法相當之主動，因為嗰場648場次有田雞騎啊，佢嗰次就係出閘相當之快，佢騎走位相當之精靈。一早貼住埋欄啦，一轉彎入直路就已經帶出嘅啦。可惜咧就大門力弱，最後尾就俾紅外射所擒。但係嗰場已經跑得好出色嘅啦，輸俾嗰隻比較高分紅外射。講嘅話敗不足欲。咁啊今次咧短途巡邏田雞嘅就只係騎116磅，比上次嗰個648場次入 Q 嗰場仲要孭少1磅。今次排6檔相當之好跑。648場次就係一個實力指標嚟嘅，田雞呢次咧只係孭116磅，上次入 Q 有117磅，咁仲要少1磅添。咁啊而家個畫面視頻咧就啱你睇緊咧，就上次田雞嗰次田雞入 Q 精彩嘅畫面嚟。咁啊只要田雞咧就出閘順利，跑翻嗰次嘅水準，一場咧就難尋對手噶啦。咁啊甚至喵喵怪、環球英雄同埋電玩精英都要行埋一邊。不過今次電玩精英咧就又係抽個內檔，咁啊電玩精英係灰馬嚟嘅，跑變化地落雨有啲雨水咧就4號咧就唔飛得嘅電玩精英，同埋呢隻馬咧就始終都係喺韋達馬房算係代表作嚟嘅，近3次都係已經係兩面一 Q 嘅，所以電玩精英呢一場咧都係真勝之角之一。勝在當下咧就最大嘅對手當然係2號喵喵怪同埋4號電玩精英啦，但係咧勝在當下有權爆冷捧走呢個賽馬天下50週年杯。始終咧勝在當下就始終有水位，田雞只要跑翻上次水準咧，喺條 A 跑轉彎之後咧就由頭帶到龍尾啊。咁啊至於呢個獨贏位置咧就係買12號勝在當下羅富全馬房嘅，就田雞田泰安騎。咁啊至於Q 同 QP 連任位置 Q 就要翻隻喵喵怪，因為呢隻馬就比較準成之後加咗啲配備嘅變動咧，相信馬房咧就絕不手軟嘅。咁啊始終呢個路程特佳，喵喵怪咧就係幾惡嘅，佢有呢個路程嘅根據嘅，即係同程上名率根據嘅。咁佢係比較高嘅，63.6%嘅，仲高過4號電玩精英嘅。咁啊電玩精英嘅百分比個同程上名率只係29.4%，所以咧就 Q 同 QP 咧就要翻隻2號喵喵怪啦，除非落雨啦，有雨水有落雨。如果落過雨嚟嘅，地下比較濕，一落緊雨咧就要隻喵喵怪，要4號電玩精英。
咁啊得翻隻勝在當下。臨尾睇下隻咩怪同隻電玩精英可唔可以追過隻勝在當下啦？都幾好睇。講尾場啊，第9場啊，3班16名禮。咁啊尾場咧就比較均勢啲嘅。咁啊大家都半斤八兩。咁尾場嚟講咧就最好就睺翻啲近期有啲表現嘅馬啦。咁啊比較穩定啲啊，有啲着數。咁啊除非你睺冷門嘅。呢一場咧就最突出嘅馬就唔係好多。咁係1號好實力啦，2號三軍勇將，5號浪漫鬥士，同埋6號紫神之星，加埋隻8號高高至高，即係同埋10號啊翠兒威威。咁啊10號翠兒威威啊呢隻馬咧就今季其實都應該係收夠醜噶啦，同埋呢隻馬就配合周俊樂就會好啲，因為周俊樂始終都係的係馬騎翠兒威威，同埋最風光嗰時都係捧杯嗰陣。咁啊上次配田雞都入到位，因為上次就排一檔啊，咁同埋跑道啊。咁但係呢隻馬支馬嚟嘅，翠兒威威。咁啊隻馬如果俾你帶咧，隻馬就冇得跑噶啦。但係今次嘅就 A 跑道就有得追嘅。咁你隻翠兒威威就呢個跑道就形勢上就舒適啲，檔位就冇檔位都唔算話好差。咁啊同埋就始終呢隻馬配翻阿周俊樂騎咧就信心比較大啲。咁啊8號高高至高咧就係上同翠兒威威嘅跑法一樣，喺前面走啊！咁啊上次有形勢之利，咁啊上次就潘頓一哥騎重磅都贏，但係今次咧就係升班啊，升班調翻轉升班係減磅，上次重磅配潘頓贏，咁啊今次係爭啲嘅，咁啊輕磅配阿津盈禮都係咁話，上次係贏嗰啲4班馬，準希望得以佳作，咁啊賽績上又唔算話好硬淨。咁啊8號咧我就唔推介嘅。咁呢場第9場啊，係嗰4隻馬跑啊，即係最實力最高就係1號好實力，2號三軍勇將，5號浪漫鬥士，6號就紫神之星。咁三軍勇將始終咧都係有個病底嘅，就係佢之前5月尾咧就內窺鏡 check 到啊氣管啊有血，咁啊5月尾出事，所以咧就啱啱上次6月13場啊，就跑黃昏賽嗰場咧就跑離地啊，就係跑過第6嘅。咁隻馬都算係追得幾好噶啦。咁啊今次咧就三軍勇將咧就跑呢個 A 跑道咧就有用武之地嘅。咁啊因為今次跑 A 跑道啦，咁啊後追馬都唔輸蝕，咁呢隻馬就靠後追嘅。咁啊睇下臨尾衝咗幾多啦。咁今次咧我都係睇好繼續走阿潘頓啊一哥騎浪漫鬥士，因為今次咧就又係排翻一檔啊。咁啊，雖然加咗8磅，阿潘頓班都騎啲重磅馬唔錯嘅，都成日都可以贏到啲重磅馬，即係冇 win 都有 Q。三軍勇將都係惡馬嘅，不過唯一擔心隻馬咧就係之前啊，即係內窺鏡啊見喺5月尾啊驗到有血，即係氣管有血啊，即係影響。我始終都擔心佢會影響佢嘅出賽表現。咁如果你對隻馬、對馬房、對騎師有信心嘅咧，就可以買 win 批。但係咧，我呢場咧。建議啊，就買獨贏位置就5號浪漫鬥士。咁至於連贏 Q 同 QP 咧，就買隻紫神之星啊，偉達馬房呢隻馬都係惡馬嚟嘅。最近試閘咧就個追勢唔錯嘅，咁後追有勁，南地球第一佢又入 Q，咁一隻馬就馬房就操起晒嘅，隻馬對馬房啊對呢隻馬好有信心啊！紫神之星，但係呢隻馬咧最大缺點就排12檔，咁啊要話田雞睇下克服到啦。咁啊臨尾衝刺可唔可以講過嗰隻潘頓一個騎嗰隻浪漫鬥士啦？咁浪漫鬥士咧就應該係最先出頭嘅，過咗50米。咁啊睇下浪漫鬥士可唔可以力壓田雞個衝刺啊！呢場分分鐘可能臨尾要影相睇下邊個跑第一邊個睇。咁啊潘頓嗰隻咧就着數啲嘅，一排一檔。咁啊影相有機會都會影贏嘅紫神之星，但係紫神之星嘅因為後勁啊相當之勁啊。咁啊馬房啊操到阿偉達馬房啊，即係操到頂呱呱。你睇下可唔可以鬥贏嗰隻浪漫鬥士啦，多啦，好，因為大家留意，拜拜。